再高級嘅設計、再名貴嘅物料，都遮蓋唔到收納規劃失敗帶嚟嘅廉價感。Hello， 我係 Redgate Design 設計師 Alan。好多業主花幾百萬嘅裝修，揀最名貴嘅天然石、高級嘅木皮，但入伙冇耐，原先利落嘅設計就被呢個生活嘅雜物淹沒。問題通常都係因為大部分人只係做緊視覺嘅裝修，而冇認真處理功能嘅重構。如果你屋企嘅收納空間跟唔上你生活嘅質量，咁再高級嘅設計，最後都係因為雜亂而大打折扣。喺 Redgate Design 嘅標準入邊，收納從來唔應該係事後補救嘅家私，而係要同建築物融為一體。我哋喺動工之前就幫你預判未來10年甚至更長遠嘅儲物需求同埋家庭規劃，透過建築化嘅收納邏輯，將龐大嘅機能隱藏幾何線條入邊，令牆身同天花同櫃體完美齊平。由底層邏輯去掌控秩序，消融所有視覺上嘅雜訊，先可以真正維持屋企嘅舒適度同埋高級嘅氛圍。記住，維持唔到秩序嘅奢華，只係短暫嘅假象。如果你都想由底層邏輯嘅開始，重新定義你起居空間嘅秩序，歡迎點擊 profile 連結或者 WhatsApp 我哋預約一次你專屬嘅空間診斷。